全屋以暖色調為主，配襯大量木家私，係一家3口嘅安樂窩。我哋呢一個戶主咧，佢本身都係非常之熱愛自然啦，平時咧生活都非常之忙碌嘅，所以咧佢都想有一個咧好舒適嘅空間咧，可以俾佢去放鬆自己嘅。咁而咧呢一個單位咧，同時哋都做緊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戶主亦都要求啦，想有一個咧度假風嘅設計啦。木皮我哋用咗一隻水曲柳嘅木飾面啦，佢係一隻木紋咧會比較大、比較深嘅一個木皮嚟嘅，所以一個感覺會比較原始啦。而地台咧，我哋用咗一隻泥水灰色嘅地台瓷磚啦，會帶少少現代感嘅。客廳設計重點放喺近大門嘅位置。我哋做咗一個山紋嘅設計啦，就用呢沙漆去界咗一個仿山形嘅一個圖案出嚟啦。而嗰個櫃門嘅背脊我哋落咗一塊清鏡啦。呢一個清鏡可以影射對面嘅海景出嚟啦，令到成個空間可以擴展之餘個趣味感亦都會比較大啲咯。電視櫃後方以木材製作仿雲石紋，打造特色牆。飯廳掛上2支球形吊燈，不規則嘅網狀襯托出大自然嘅氛圍。喺客廳同飯廳之間以一張餐櫃分隔，一方面做儲物，亦都可以作為一張書台，俾戶主一邊工作一邊欣賞風景。咁而喺飯廳行出去就係一個大嘅平台啦。呢個平台共有3個區域，一個係一個由 L 型梳化所組成嘅一個閒坐區啦。咁戶主可以坐喺度去到欣賞日落啦。咁而行出去少少有一個好大嘅平地嘅。咁呢個平地其實係一個嘅露營區嚟嘅。盡頭嘅用餐區放置麻石櫥櫃、燒烤爐，方便戶主開派對以及招呼朋友。廚房設計簡約，卡其式嘅櫃身配搭輕金色嘅櫃抽，突出現代感。走廊連接3間房間，葉紋圖案嘅牆紙仿如穿過叢林一樣。健身房選用水泥灰牆紙，增添粗獷嘅感覺。為咗呼應客廳設計，另一邊牆身打造木圍身，並加入滲光效果。健身機旁邊設有一塊清鏡，連接地板同天花，擴大空間感。呢個小朋友佢係一個天文嘅愛好者嚟嘅，咁所以我哋將一個星空嘅設計喺度放咗喺呢間房裏邊啦。例如好似我哋個家私我哋係做咗好多嘅燈槽喺下面啦，令到佢好似懸浮咗起嚟，好似一張太空船咁樣嘅。床嘅兩邊我哋都用咗一塊灰玻璃去作為一個設計啦。去透過呢個灰玻璃望落去間房嘅時候就好似一個太空船嘅窗向望出嚟嘅感覺咯。盡頭嘅主人套房由2間房打通而成。仿木紋吊線之下擺放咗雙人床、炭灰色床頭布。衣櫃茶色鏡面同玻璃，設計師刻意降低成間房嘅色調，營造溫暖沉穩嘅氛圍。呢個窗台除咗俾佢行咗之餘其實同時係一個投影區嘅部分嚟嘅。咁佢頭頂就落咗一個投影幕啦，同埋一個超短焦嘅投影機啦。咁俾戶主有時候可以喺床上面去睇電視啦，或者去打機去用嘅。鋪廁採用雙星盤設計，台面嘅爵士白雲石配搭灰色仿雲石瓷磚，層次豐富。淋浴間裏面嘅座椅隱藏咗一部桑拿機，啟動之後就可以變身桑拿房。主人平台嗰個部分啦，會有一個大嘅按摩浴缸啦，一個1.2x2米嘅大型浴缸啦。
咁佢兼顧一個按摩同埋一個瀑布嘅功能嘅。咁喺佢嘅四邊咧，我哋用咗一個麻石咧去做設計嘅。咁其中一邊咧會比較闊同大嘅，就兼顧住一個茶几嘅作用啦。